大家好，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題由呢一本書《初中數學典型題解釋大典》第3章1元1次方程裡面嘅一題數。呢一題數咧涉及咗絕對值，或者我哋先睇下原題目先。原題目係咁樣嘅，我哋要解方程 x 減2絕對值加 x 加1絕對值等於4。今日我唔係同大家點樣分享用代數嘅方法去解決呢一條方程，而係試下從幾何嘅意義去理解翻呢條方程，同埋試一試解佢。絕對值咧，其實喺我哋嘅學習裏面咧，除咗係將一個負數或者正數啦變為正數嘅一個符號之外咧，其實佢表達咗兩點之間嘅距離，或者我哋先了解下或者重溫下乜嘢係兩點之間嘅距離。而家會見到 A、B 均喺個線段嗰度，如果你要計 A、B 嘅距離，我哋可能大家都會睇到4減1就會係佢 A、B 之間距離咯，即係3。如果 A 移去0嗰度咧，咁 A、B 嘅距離咪會變咗做4減去0咯。好啦，如果 A 再移到-3嘅話，咁 A、B 嘅距離又會點啊？就會係4減去-3啦。咁你可能會諗點解我哋係用4減去-3而唔係-3減去4咧？應該學習嘅時候，老師都曾經講過啦。我哋當計兩點之間距離咧，我哋用大嗰個數字減細嗰個數字。所以如果 A 點移過去，譬如移到去7或者8之後咧，咁我哋就再唔係用4減乜嘢計個距離嘅咯。譬如 A 點移到去7咧，A、B 距離就會係7減去4。點解啊？因為7係比4大咯。如果 A 點移到去8，咁點啊？咁就會成為8減去4啦。好啦，或者我哋翻去原題目嗰度，或者容許我咧用一條同原題目相似嘅方程去講解嗰個概念。好啦，如果我哋要解嘅係呢一條方程 x 減8嘅絕對值加 x 減4嘅絕對值等於4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理解為我哋想揾一個點，令到佢同8之間嘅距離，再加翻佢同4之間距離，即係同 B 點距離會等於4，即係點啊？譬如有個 C 點，我哋要揾一個 C 點，令到佢同 A 嘅距離，再加翻呢一點同 B 嘅距離，要等於翻4。嗱，不難發現咧，我哋如果 C 點停喺5呢一度咧，其實就做到我哋想要嘅解啦。因為咧5同4之間嘅距離係1，5同8之間嘅距離係3，所以咧 x 減8嘅絕對值就係3，x 減4嘅絕對值就係1，而佢哋兩個相加就係4啦。如果我哋移個 C 點去6嘅話，我哋會發現咧，佢同即係 C 點同 A 嘅距離或者同 B 嘅距離都會有轉變，但係咧，由於轉變咗之後咧 x 為6，6減8嘅絕對值咧係2，而6減4絕對值就係2，我哋會發現個總數都係4。不難發現咧，只要個 C 點喺 A、B 之間周圍走，當然啦，無論係整數或者小數咧，我哋都會發現咧，佢能夠符合呢一條方程嘅。點解啊？因為當我哋理解呢度為 A 同 C 嘅距離
再加翻 B 同 C 嘅距離嘅話咧，我哋其實就會發現，我哋可以用 A、B 之間嘅距離去表達。好啦，但係如果 C 點離開咗 A、B 之間嘅A、B 呢條線段，咁又點啊？好啦，我哋聯想下 C 依家喺8呢一點，當然啦，我哋要解嘅呢條方程咧。x 減8絕對值加 x 減4嘅絕對值咧，就會係0加4，即係4啦。如果我哋將佢向右移一點嘅時候，會點啊？咁又會 AC 嘅距離加1 ，BC 嘅距離亦都加1，所以佢哋嘅總距離咧就會加2。同樣道理啦，如果我哋個 C 點唔係向右移，而係向左移嘅話咧，情況都會一樣，只要佢係離開咗 A、B 呢兩點，佢每向左方移一格，總距離就會加2。好啦，如果我哋翻去原方程又點呢？原本嘅方程咧，我哋需要計 x 減2嘅絕對值加 x 加1嘅絕對值等於4。我哋會留意到咧，我哋用絕對值表示兩點之間距離咧，我哋係會計佢哋嘅相減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呢度有個 x 加1嘅話，我哋可以將佢執一執位，即係話我哋依家可以將佢理解為我哋要揾一點，令到佢同 A 即係2呢個距離，再加翻同 B 呢個距離，即係-1，係等於4。嗱，留意啦，我哋將 x 加1簡化成 x 減去-1咧，我哋就可以得到呢條方程啦。即係話我哋依家要揾 C 呢一點，令到佢同 A 嘅距離，再加翻佢同 B 嘅距離，要等於翻4。嗱，留意下，當我哋喐嘅時候咧，只係 A、B 裏面去喐，總距離一定係3啦。但係如果我哋超出咗 A，即係喺右邊個超出咁又點啊？咁我哋每移一格，呢個數值就會加2，即係話當 C 移到3嘅時候，總距離就會係5啦。好啦，我哋會發現每移一個單位，總距離就會加1加2。咁如果我哋要總距離加1，咁點啊？我哋就好簡單啦，將個移嘅單位轉成係1/2就得啦。咁所以呢一題數其實我解就係個 C 點喺2之後向右移1/2，即係2有1/2，同時間亦都可以係喺 B 點向左移1/2格，即係-1有1/2啦。好啦，或者有老師會問，如果我哋個方程係涉及咗3點又點呢？即係話而家我需要揾一個 C 點，令到佢同 A 點之間距離，再加同 B 點之間距離，同 C 點之間距離，要等於翻某個數。好啦，譬如果我哋要解呢條式嘅話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圖去表達啦。好啦，你可能就會問啦，咁即係點樣解啊？好啦，嗱，留意下，我哋可以先將 C 點移去 B 或者 F，即係最外邊嘅點嗰度。嗱，嚟到呢一個位嘅時候咧，我哋會發現咧，呢一點 C 同 B 嘅距離，再加呢一點同 F 之間嘅距離，就會係 B 同埋 F嘅距離嘅總和，就係 B 同 F 嘅距離。咁所以我哋只需要計佢同埋 A 之間嘅距離，即係譬如係呢個情況2啦。咁我哋又會發現咧，嗰條方程右邊應該等於7啦。好啦，如果我哋每移一格向右咁點啊？同頭先嘅概念一樣啦。
當我哋移一格嘅時候，我哋分別同 A 嘅距離、同 B 嘅距離、同 F 嘅距離都會加1啊嘛，所以總共就會加3，即係我哋每移一格，距離總和就會加3。你會見到一路加3。類似嘅題目可以大家去諗下，歡迎大家同我分享。